各位家長好，歡迎參加2026至2027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喺呢度會為大家介紹電子表格 eForm 同電子同意書 eConsent 嘅填寫方法，全個流程只係需要幾分鐘。開始之前，請先分清楚兩個工具。eForm 電子表格係學校提供俾家長嘅統一入口，而 eConsent 呢就係衛生署透過醫健通提供嘅電子同意書輸入方法。呢個係新嘅做法，家長無論選擇邊一個方法都好呢，請先由學校嘅 eForm 電子表格開始。咁透過學校提供嘅學校專屬二維碼或者連結呢，進入咗呢個學校嘅 eForm 電子表格之後，咁就有3條路徑。紅色嗰度就係第一條，如果家長唔同意子女嘅接種呢，就可以喺 eForm 選擇我唔同意，提交一部分嘅子女嘅資料之後，就會系統即時記錄，然後就無需再做其他步驟。第二就可以透過醫健通提交 eConsent 同意書。第三就係如果唔用醫健通嘅話呢，就可以繼續喺呢一個電子表格 eForm 度填寫資料同埋提交同意。之後呢，學校就會預備好紙本同意書上俾家長親筆簽名，然後提交返學校就可以申請資助啦。開啟呢個 eForm 電子表格之前呢，請家長先關閉呢個 VPN 同埋使用香港嘅手機網絡連接。進入咗之後呢，喺頁面上高可以選擇中文或者英文。請先閱讀呢個活動嘅須知同埋學校提供嘅活動資料，然後選擇我知曉並同意或者我唔同意。如果同意嘅話呢，請家長按照小朋友嘅身份證明文件啦，填寫子女嘅中文名、英文姓名同埋名字，然後再輸入今年2026年至27年嘅班別同埋班號同埋性別。喺所有星號嘅欄位呢，都必須要填寫㗎。咁如果選擇咧醫健通嘅話咧，家長就可以按使用醫健通電子同意。如果小朋友仲未加入家長嘅醫健通咧，就請先按呢度嘅醫健通嘅方法咧去完成呢個咁嘅連結。咁如果係大家用 Android 手機或者係用 iPhone 手機，都可以按住呢個 eForm 上高嗰個嘅學校專屬衛生署提供嘅二維碼咧，咁就係開啟呢一個嘅連結，然後登入去醫健通咧，就會透過 HA Go 或者智方便呢啲方法咧，就可以輸入，然後為子女咧提交俾衛生署一個電子嘅同意嘅方法。完成之後咧，請家長記得翻嚟呢一個 eForm 嘅版面咧，然後話俾學校聽咧，你已經成功咁樣去提交。假使間咧，如果家長係唔選擇用醫健通啦，咁其實就可以繼續喺呢一個 eForm 下嘅電子表格咧，繼續係使用，然後完成佢進行呢一個嘅同意書嘅提交嘅。咁家長只係需要咧提供嗰個嘅小朋友嘅出生日期之後咧，系統就會自動計算子女咧接種日嘅年齡。咁到時請家長核對是否正確，然後跟住咧就選擇學校提供嘅疫苗種類啦。同埋咧，閱讀裏邊有關嘅疫苗資訊，特別係要留意咧咩人係唔可以打疫苗啊，有咩敏感症要注意，又或者容易出血嘅人士要注意嘅事項。咁當完成健康申報之後咧，就請填寫埋過往流感疫苗接種嘅記錄，避免重複接種啦。另外咧，就請大家家長申報子女咧係咪已經參加咗醫健通啦。填寫身份證明文件嘅時候咧，要填寫佢類別同埋號碼啦。如果冇出世紙或者香港身份證嘅家長咧嘅小朋友咧，咁啊需要咧就係提供證明文件嘅副本嘅。咁完成咗電子簽署同埋提交之後咧，學校就會派發預備好嘅紙本同意書俾家長用墨水親筆簽名㗎啦。咁就需要喺截止日期前交回學校啦，等我哋可以完成呢個資助申請嘅程序嘅。咁喺呢度再重溫一次啦。咁咧透過我哋學校嘅電子專屬嘅電子表格之後咧，就可以有3個渠道入去啦。第一個咧就係處理一個唔同意接種，咁就喺 eForm 度直接表達。如果家長喺 eForm 裏邊見到係想用醫健通，好快咁就可以用呢一個醫健通嘅 eConsent 電子同意去提交。咁因為透過醫健通呢個電子提交咧，就唔需要再提交任何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啊嗰啲。咁亦都唔使再簽任何嘅同意書，咁然後咧就請家長完成後咧成功登記呢個 eConsent 之後咧，就翻去我哋呢個電子表格 eForm 度確認翻就得啦。
咁如果唔用醫健通咧，就請家長直接繼續填寫呢一個醫方，咁就簽署後我哋就會有紙本同意書俾家長加簽啦。咁如果咧家長係用唔到電子嘅工具嘅話咧，請你哋盡量喺呢一個嘅截止日期前聯絡學校啦，索取翻紙本表格去填寫。不過由於紙本表格咧每一欄咧都要由學校去將嗰個嘅資料再傳遞翻去一個電子表格上咧，然後提交俾衛生署，所以其實與時並進嘅話，請家長盡量使用電子嘅工具啦。假使間家長未有喺嗰個嘅截止日期前提交或者遲咗提交咧，其實都會按唔參加嚟處理嘅。咁如果大家家長再想了解多啲醫健通電子同意書 eConsent 嘅操作咧，可以掃描畫面上嗰個二維碼，觀看衛生署提供嘅教學短片啦。家長亦都可以暫停一下呢條嘅片，然後咧就進行掃描嘅。咁咧好多謝大家咧支持學校嘅流感疫苗外展活動。如果有任何問題咧，請先向學校查詢，又或者聯絡華光兒科外展。同時亦都可以致電衛生防護中心2125222525去查詢嘅。多謝大家，祝大家生活愉快同埋健康。